夫人，不好了，走水了！夫人，怎么了？仓库走水了！什么？药材呢？全在里面呢！坏了！哎，闪开！闪开！ 剩下的心转眼间深处的光，行路上谁曾月下流连？最深故事藏进了最前告别，擦肩后留下梦中相见。风尘落叶褪红色岁月朝前。 石姑娘，石姑娘，站着别动，看着我！拦着我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。四目相望，要怎么形容才真切？贵妃，那一生陪你轻描陪你的血，用相随换你回眸，换你笑颜。 旧的一眼，漫天烟火重映你心的长夜。那一生陪你轻描陪你的血，让陪伴与你成全，与你惦念。初识那天，天荒那年，心愿终究。 从小到大，我心里便只有侯爷一人。我只是希望能跟侯爷一起点上那一盏花灯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檀香，去把事办了。 你醒了，好点没？我怎么在这儿？你刚刚晕倒了。哎，别乱动啊！火！放心，我已经扑灭了，也没有阳气到周边。扑灭了。来，刚刚熬的姜汤还是热乎的。来，你不觉得这场火来得太蹊跷了吗？ 木须说，在仓库的右后院发现一盏烧焦的花灯，所以外人看来，这就是一场意外。烧焦的花灯，你觉得这是意外吗？
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意外。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只是我担心，恐怕这个人还会有后手。不管他们有什么后手，咱们做好准备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不起啊，是我疏忽了。明明知道你怕火，还让你进去。你怎么知道我怕火？之前那次厨房失火的时候，你在浴桶里晕倒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恐怕你的反应跟火有关。那次真的是你救的我？当然啦，我跟你说过的。谢谢你，那次救了我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又想要红珠子？我不要珠子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行，你问。你为什么那么怕火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反正你救过我，我也救过你，咱们就算扯平了。其实你来到我身边之后，我真的发生了很多改变。我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去救火。这些改变都是你带给我的，我从其他人身上从来没有感受到过。谢谢你。这些话可别让你大夫人听到，否则她会回来揍你的。聂桑榆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属下奉侯爷命令调查大夫人聂桑榆下落，沿河边查探半月有余，终在河边农户家中得到线索。农户见雨后，有女尸自河中漂至岸边，好心为其立下坟墓。属下开坟验尸后，惊觉女尸与大夫人穿着相符，且找到一枚右弦月玉佩为证。我与聂桑榆本就是一段孽缘吧。当年他一门心思想要嫁入我宁府，我原本以为即便是没有感情，至少可以相敬如宾度过一生。没想到，最终他也是个可怜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是我的责任。5岁那年开始，我好像就关闭了自己所有关于人的情感。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不管是对他，还是对你。我不想再这个样子了。我应该还来得及。什么？你快去洗漱一下，然后换一件干净的衣服。金曼，我想为你放这盏花灯。我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隐瞒你的，以后我再也不隐瞒你。你别再生我气了。
季曼小姐，对不起。让四季缠绵至沉静，染成名。一身红妆等岁月梳妆，心为情。忘情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有波能寻笔柔软的琴弦。谁念着两情再飘过去了。谢谢你啊，我今天也放上花灯了。哎，飘远了！哇，好好看啊！对了，你还难不难受了？怎么了？哪里痛啊？哪里痛啊？没事啊。你又骗我！你刚才说了不骗我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哼，最好是。季曼，明年最大的一盏花灯，我一定要为你点燃。有人来了！侯爷。大家怎么都垂头丧气的呀？啊？侯爷，鬼白之前跟我说他要当我的左膀右臂，我今天有点事，我就借一下。快去吧。好。怎么了？想好对策了吗？啊？哎呀，现在原料被烧毁大半，我这店里又没生意，我就只有降价出售这一条路。可是成本又那么高，我要真降，我这店就别开了。既然店里没生意，那出去走走。哎，咱们去看看别的店都是什么情况的。哎呀，我不去。啊，你就算在浩雪堂耗着，也没有客人，不如出来看看别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。我都已经看过了，这条街最有名的酒楼就是这个醉香馆，它对面的这个反景制衣铺手工做的最好，还有这家良记药铺呢，是人参卖的最好，并且限量供应，而且做了这么多功课，走，老板，一壶茶。哎，里边请。哎，坐。慢用。哎，店家，请问你这是什么茶叶？味道很独特哎。姑娘，我这茶并不是茶叶，是绞股蓝，冲泡4到6杯，颜色不退。啊？绞股蓝号称南方人参，但比人参便宜多了。你可真有眼光啊！把这个茶摊开在了海坊卖人参最出名的店铺对面，这样生意能不好吗？啊？嗨，那当然了，有钱人啊，肯定是去买这个人参，那没钱的老百姓呢，只能选功能相似的绞股蓝当替代品了。你二位慢用啊。对啊。
海方不只有名流千金，还有普通人。这些人可能买不起飞晚霜，但他们就会找功能类似的替代品。只做名流千金的生意啊，这个市场太小，风险又大。而真正能让老百姓们得实惠的，才会引来源源不断的客人。我之前只顾着找这条街上品质最好的店家，却忽略了这一点。桑葚之前跟我说我之所以会做舒痕膏，就是为了给船上晒伤的水手用的，所以我不应该丢了自己的初衷，我应该让海方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在我店里买到自己称心如意、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对吗？是啊，有些时候嘛，就是走太快了，偶尔停下来看看过去的自己，也不是个坏事。掌柜的，这位夫人，您要的白鸡粉、蜂蜡、小乌草，我们店里都有。但是您确定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啊？是这样啊，我现在在研制新品的配方，所以其实还不确定这每样要多少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每样再给我加1斤，好吧？好嘞。哎，拿银子，好，都有，太好了。您一共需要付25两银子。多少？25两银子。怎么可能？你算错了，你再算一遍嘛。没有算错啊，您看，白鸡粉2斤，8两银子。8两银子？对，蜂蜡2斤，14两银子，小乌草2斤，3两银子，一共25两银子，没有错。怎么可能这么贵啊？不对，5天前我才帮夫人买过蜂蜡，当时5两蜂蜡才1两银子，对，这怎么翻了1倍多了？5天前是5天前，现在就是这个价格啊！这。不是掌柜的，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做新品，但是呢，如果成品出来之后，我以后用的好，都在你这儿买，你就给我便宜点吧。是啊，好吧，给我们便宜点。不是我不给您便宜，夫人，是实在便宜不了。我不管您买我的药做什么用，在海方物价不归我管。如果您需要呢，就付25两银子，付不起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啊，你这小老板瞧不起谁呢？看不出来我们小九有多有钱吗？就是差钱的人吗？算了，掌柜的，那我们再看看，谢谢啊。您且逛着，我不信在海方您还能买到更便宜的价格。25两，我把店铺都买下来。就是，算，走。要25两银子。哎，让一下，小姐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你要的白鸡粉、蜂蜡。行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我先说啊，蜂蜡、白鸡粉的价格跟咱们刚刚去的药铺问的是一模一样，好像全都商量好了一样。对啊，还有那个紫根草和小乌草也是比之前贵了将近3倍呢。对，西街也是这样的情况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白鸡粉的价格现在跟珍珠粉一样。我问了老板，老板们都说这个药价是行会统一规定的，因为现在海上有暴风雨，药很难进，所以说不得不提高了价格。因为暴风雨提高了价格啊。那小姐，咱们还买吗？就算做面脂不用，给宁玉轩治伤也是要用的。可是现在这里的药价这么高，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啊！走，小姐来了。小姐怎么样？果然2钱甘草粉才15文。我就说这边肯定便宜很多。啊，太好了！老板，出事了！啊！哎，快关店！关店！走吧！哎呀，快！今天不营业了啊！怎么出来了？不卖药了啊！今天不卖药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老板，怎么大家在排队呢就不卖了？就是啊，大家都知道海方的药价都涨价了，我这儿卖的便宜是为了照顾穷人，但是现在行会知道了，行会要查我的店呢。大家都理解一下啊，都散了吧。哎，老板，哎，再慢点吧。
暮雪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还有多少银子？全在这儿了。姐姐，这些银子你先拿着用，应该够给孩子买药了。来，快起来。谢谢啊，你心肠真好，孩子有救了，快，谢谢夫人。别耽误了，快去吧。真是个大好人。可是小姐，咱们的材料怎么办呀？比起我们的材料，这些海坊想买药却买不到的人才是真的着急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这个海贸行会居然敢用货运难调来当借口，就是货运有了。大夫人在研究新的货品配方，最近一直在市面上购买新配方的药材。没被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说好在研究配方期间不去打扰她的。不过夫人最近的心思好像不在新配方上。她调查了市面上最紧俏的几种药，然后回了一次归海号，紧接着归海号的2名船夫就各自出了海。我想，夫人应该是想采购制作面霜原料的同时带回一些药。她竟有如此打算啊！货品进入海方都要经过码头的盘验，对吗？码头现在被行会的人把控，负责盘查人口的人多数都被王锦瑶的人收买，但原帮主也分走了一波势力。说起来，咱们还没有正式见过这位原帮主吧？我自己来。按照侯爷的吩咐，我一直暗中盯着元老。他现在已是蛟龙帮的帮主。走，去会会这位原帮主。几日不见，得重新认识一下原帮主。宁大人消息真是灵通啊！怎么，今日到码头视察呀？蛟龙帮的生意啊，可真是越做越好啊！我蛟龙帮上下有这么多人需要养活，袁某承蒙帮内众人信任，自然是懈怠不得。重整蛟龙帮是好事，但也别太急功近利了，免得走了沈连城的老路。袁帮主胳膊怎么了？在县衙被沈连城的人砍了几刀，不碍事。说来也巧啊，在沈连城死的时候，我们在他的胳膊上发现了个茶帮的刺青，在他右臂的，哎，就是袁帮主受伤的这个位置，一模一样。宁大人是在怀疑什么？沈连城乃是茶帮之人，那在这蛟龙帮之中，自然有其余党拥有着同样的刺青。宁大人，您说的茶帮，我袁某听不懂。不过因为一个人，就给一群人下定义，未免太过草率了。我倒是希望袁帮主能够自证清白。若我的手臂上没有刺青，本官向你道歉，并且日后绝不打扰我蛟龙帮的任何一个兄弟。一言为定。好，来，老头子，不碍事。
宁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帮主没有你说的什么刺青。看够了吗，宁大人？是本官冒犯了，袁帮主，见谅。这个捎来的蹊跷。老大，这刺青本就是茶帮给我最后的记忆，要不是怕宁玉轩查到证据，我怎么会损坏它？你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自从元朗接手了蛟龙帮以来，码头的管理变得有序许多。除了正规的货物运输之外，并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勾当。侯爷，我们还要继续盯吗？我总觉得他是在欲盖弥彰，再盯他一阵。是。听说了吗？下酒坊的药铺比咱们便宜1半呀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会卖这么便宜啊？就是，你看怎么办呀？这是。走，我们去找王老板。好，走走。王老板，你可得给想个办法呀！这宁夫人不知在哪儿搞了一船药材，不仅自用，还分了一批给下酒坊的药铺。您是不知道，这价格低的呀。是啊，王老板，甚至有些行会里的人为了买到便宜药材，也伪装成穷人去买药。老办法，砸了便是。砸店？这……可是这次县衙里的人天天在药店门口巡查，咱们也不能太明目张胆了。是啊，王老板，今天是药材，明天就可能是粮食。这宁夫人是想彻底砸了咱们的饭碗呐！哎呀，就是啊，你说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可行了。海坊这么多年，所有货品的价格都是由我行会决定的，区区几船药材就让你们慌了神呀！谁敢动我行会的利益，我绝不允许！宁大人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是啊，宁大人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这些生意人可就没有活路了。请宁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宁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做主啊！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吵吵什么呀？这么点小事用到县衙来惊动宁大人吗？且慢，王老板，这些都是你行会的人？正是。他们所谓何事啊？他们是为尊夫人的事来的。我夫人？宁大人，恕在下直言，我们行会建立已久，所有的货品售卖均由行会经手。可尊夫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批药材，私下售卖，扰乱市场，药行的掌柜都叫苦连天呐。这不，也迫不得已啊，才来找宁大人申冤，求宁大人给我们做主啊！求宁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夫人这么厉害啊？能让王老板来叫冤？宁大人，维护海坊商户的利益，那是我行会的职责所在。且这价格也是由我行会来制定，各商户统一执行，这才能稳定海坊的市场啊！现在尊夫人如此的破坏规矩，大批的廉价药材严重冲击了我海坊药材的行市，各商户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啊！再这么下去，他们可养不活他们家里的老老小小啊！对，廉价药材一来，我们的货都卖不上价，生意没法做，是没法做啊！价格是由行会决定的，那行会制定的价格是否合情合理啊？宁大人，这么多年来，海坊的定价一直都没有出过差错。最近海坊药材的价格无故涨了4成，可有此事啊？宁大人，这药材的价格本就浮动，再加上最近海寇猖狂，很多货船被劫，才导致了药材价格高走，这可与我行会无关呀。宁大人，你要明察呀。既然我夫人能进到低价高质的药材，那我
相信王老板一定也能尽到啊。物美价廉，才是真正为百姓着想。宁大人，你这是要纵容夫人扰乱市场了？到时候各个商户关门大吉，名声惨淡，那么这就是你宁大人想要看到的结果吗？宁大人，你身为县令，难不成是要因私废公啊？王老板，我问你一句：何为公？何为私？为民是公，为己是私。你王锦尧身为海方第一大圣人，这些道理不会不懂吧？与其有时间在本官这儿申冤，不如好好想想，怎么把行会带上正途。送客。宁大人，宁大人，你别走啊，宁大人！我们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放呀！你这可如何是好？为了打消宁狗对我们的怀疑，老大竟然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。老大，要我说，咱们就干脆认了算了，咱们就是茶帮的后代，跟他宁狗干到底。你想的过于简单。眼下蛟龙帮刚刚步入正轨，人心不齐，人马也不全，现在这么干，不是带兄弟们寻死吗？老大，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不论如何，绝对不能带兄弟们走老路。我当帮主的目的，就是要带着茶帮旧部，还有这些善良的兄弟们，走出一条正路来。他宁宇轩不是怀疑我们吗？我们更要让他看一看，我们茶帮的人是怎么做事的。大哥，王锦尧大人府上来话，让您去水燕居一聚。知道了。袁帮主接任了蛟龙帮，那以后与我海贸行会就是密不可分，亲如兄弟了啊！承蒙王老板的信任，日后海贸行会进出的货物，我们蛟龙帮必然亲力亲为，保证安全。好，我这个人呐，做生意最看重的就是平衡。你也知道，海方的生意不好做呀，进出的货物主要是依靠港口啊。现在海上啊，它又不太平，你要是遇上风暴和海寇，那就会影响整个海方的市场啊。现在呢，有人绕过海贸行会，私运货物。当然，私运货物无可厚非，但是你运的东西并非己用，那就会扰乱整个海方市场的太平啊。请袁帮主过目。王老板，这是何意啊？这几艘船啊，影响了整个海方的平衡。袁帮主，你以为我该如何应对呀？很简单，这几艘船不让它靠近海方便是。好主意，接着说。近期不是海寇猖獗吗？这3艘船自然是被海寇劫走的。原来袁帮主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好，那就麻烦袁帮主为我排忧，事后定有袁帮主的好处。没问题啊，王老板，您瞧好了。告辞。老大，咱们真的要劫聂老板的船？船当然要劫，我自有打算。可是，记住，我只要货。哎。
我还以为这个元朗啊会是一个让人刮目相看、重情重义的人，现在看来，什么朋友情谊都是假的，在钱财和利益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。老爷，这个袁帮主和皓雪堂的掌柜交情匪浅，您让他去劫货船，还要杀光船上的人，他会不会阳奉阴违啊？我像是那么容易被人糊弄的人吗？他要是想跟我分一杯羹，就非劫不可，做不得半点假。连朋友的货都敢劫，这才叫入伙的投名状啊！这样，你派人去码头盯着，蛟龙帮的人一回来，马上告诉我。是。咱们给夏九芳这批货，我看看啊，当归8贯钱1两，比市面上便宜7成。7成。云片7贯钱1两，比市面上便宜4成。4成。哇！如果照这么说来，再加上其他的药材，还有其他的成本，按我们给药铺的价格，还可以再省下来许多。这样下来，那些看病的人真的是能省出来不少银子。对，这样算下来真是便宜好多呢。这些行会太黑了。普通的老百姓啊，不知道外面的行情，只会以行会定价为标准，所以才会吃哑巴亏。如果这样算下来，飞晚霜的成本也可以再降2成左右。到时候就真的可以，人人都买得起了。啊，真的太好了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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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我们的船怎么了？货都被海寇给抢了！什么？你确定？今日又抓了不少海寇，这下海上至少能太平一段时间了。海方的海寇延绵不绝，我们这么做也只是治标，还是得好好想个治本的办法。你最近不是一直广撒人手去探查周边的村寨吗？可有发现？海方的势力错综复杂，派出去的探子还没有任何消息。侯爷，于，侯爷，官府的衙役来报，夫人的货船被海寇劫了。什么？海寇竟嚣张至此，都劫到宁夫人头上了？此时被劫，未免也太巧了吧？宁兄，劫船的海寇一定会想办法贩赃换钱，我协助你，一块巡查海方。多谢头兄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撤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样？侯爷不在县衙。不在？偏偏这个时候不在。小姐，你别着急，咱要不要再等等侯爷？不是我着急，这批货不只有咱们的，还有我给夏九芳药铺的药材。这咱的货能等，那些病人怎么等得起啊？那咱们怎么办呀，小姐？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得赶紧找到货才行。蛟龙帮，桑山暮雪，你们去看看哪儿能联系到新货补上。我去找袁大哥帮忙，蛟龙帮最了解海上的情况，说不定能够找到货物的线索呢。好，对，我们分头行动啊！走。老大，弄来的货都记在册子里了，都点清楚了。对啊，老大，所有的货我们都存在了码头的仓库。务必把皓雪堂的货清理出来，单独存放。过些日子还要还给小梅。老大，还有这些。袁大哥，小梅，清理一下。袁大哥，袁大哥不好了，我的货被海寇劫了。啊！宁宇轩此刻不在县衙，思来想去，我就只有找你帮忙了。那些海寇如果劫了货，也一定会找个地方存起来，所以你们蛟龙帮对海上的情况最了解，能不能请你们跟我去找找货呀？聂老板，你先别着急，码头仓库众多，如果一一找的话，需要些时日。要不我让兄弟们先去找，你去皓雪堂等我消息啊。等不了，除了我要用的原料，还有治病救人的药材，这耽误不起啊。你就陪我走一趟吧。
哎，聂老板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有几个兄弟告诉我，有几艘货船挺诡异的，他们没有在平常的码头卸货，反而从小路去了山里。老大，我想这说不定就是聂老板的货。山里？对，山里。老大，你赶紧跟聂老板去看看，我跟我哥再去码头找找。走吧，聂老板。那就辛苦了啊！哎，快走。大哥，这个欲擒故纵用的不错呀。先是找机会把人家姑娘的货给劫了，让姑娘干着急，然后等到时机一成熟，再把货给还回去。这一来二去的，这姑娘心里产生了极大的欢喜。哥，你说这宁狗能成什么大事？我是真没想到，咱们老大竟然有这般追姑娘的技巧。你懂个屁呀！老大是为了交王建尧的投名状，不得不劫了聂老板的船。今天反应的不错啊！哎，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哦，码头。都这么半天了，赵龙、赵虎不说就在这儿吗？到底在哪儿啊？丁老板，我觉得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咱们要不先歇一会儿？钱也没有，我们回去找找。哎，不是，那儿不是有个村子吗？喝口水。我不渴，找货要紧，我们先去找货。不是，我渴了。走。哎。这些是什么人啊？应该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民，聚集在这里生活。之前我只是听说过流民的存在，今日我也是第一次所见。流民。小朋友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玩呢。哎，姐姐今天带了糖果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来，姐姐给你剥颗糖，喏，可以吃了。谢谢姐姐。这孩子，他怎么没吃啊？姐姐，能给我们点吃的吗？我也要，有都有啊。别急，都有。来，我今天没有了，下次再来给你们好吗？刚刚这些孩子怎么都没有吃啊？应该是想拿去换钱。换钱？1颗糖8文钱，可以换半斤粗粮，还有一些淡水，这稀罕物件，小孩哪舍得吃？1颗糖都舍不得吃吗？看来这里的人日子并不好过。有什么办法能帮到他们？笔号全部货物进出皆在此册，请大人查阅。今日入库的货物只有几桶鸟粪。正是。货在哪里？拿给我看。可不敢呐，宽爷，这里的货物皆是由商号寄存在笔号，不是自家的东西。寄存？那这册子上怎么没有发货方和收货方啊？货物是凭空出现的吗？谁送来的？就是些寻常的劳工，他们都归蛟龙班管。
我听他们说这些鸟粪是一个有钱人花大价钱从海岛买的，说是种豆肥田用。胡说，种豆本身就是肥田用，何须鸟粪？这小人也是听说，小人自小在海边长大，哪里种过田啊？侯爷，这批货有蹊跷，说不定我们要寻的那批赃物就在其中。这不太好吧？这鸟粪乃是污浊之物，暗香查验，我这仓库岂不是要臭气熏天？也脏了2位大人的手啊！开箱验货。是。大人，您看，这的确是鸟粪。等等，你还说这是鸟粪？大人饶命！抓起来！小的根本不知道啊，大人！把夫人找来。大人，看看是不是他的货。是。侯爷，侯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姐跟原帮主去找货物了，我们听说侯爷在码头，就赶过来了。什么？让开！什么味道？雨轩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正要找你呢。你呀，我刚刚货物丢了，怎么找你都找不到。还好我找了原帮主帮忙。货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在哪？我夫人的货是你存放在仓库里的吧？你今日带着我夫人进山寻找，目的是不是不让她前去码头？元兄，按照我朝律例，打劫海商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！宁大人，不要凭空误认清白。自我上任之后，蛟龙帮接管了码头的运输和仓库管理的部分事务。我们接到商家的货物，只负责存放，没有辨别货物来源的本事。或许是有人想要栽赃我呢。此事我定会查清楚。好啦，现在最主要是货找到了。袁大哥，今天还得谢谢你陪我来找货。别客气，既然货找到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找到了就好，找到了就好。好什么呀？以后不许你跟他单独见面。为什么呀？他能当上蛟龙帮的帮主，绝对不简单。如今海方越来越不太平了，你做什么事之前，先跟我商量一下，别再像今天这样，单独跟他进山。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没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还有一件要紧事，你陪我去一趟。啊？都有啊，都有啊。我
有汤有汤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发呀！哦，来，都有，有汤有汤。这里，来，这里有啊。谢谢啊，好，你们往后传一下啊。这里有，谢谢。这个给你，这里有。快，闪开！走开，滚！刘家村不欢迎你们，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。走。我们是来送吃的的，没有恶意。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滚！刘家村不需要你们，走，拿走！你们都是骗子，他们都是骗人的！你干什么呢，刘老太？他们都是灾星当头，刘家村要毁了！哎呀，滚！快把刘老太送回去，要倒霉了！刘家，别在这瞎说了！刘家，二位善人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刘老太太平时啊就疯疯癫癫的，她那些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没事。哎，来，我们往后传一下啊。谁还没拿到啊？来，乡亲们呐，这二位善人啊是来帮助我们的，给我们送东西的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谢人家呀？谢谢，应该的，没事。谢谢，没事，真是大好人啊！这东西能吃吗？他们这儿能吃的东西不多，就这些。也只是简单糊口罢了。哟，哎呀，这破桌子！啊，来，哎呦，谢谢！哎呦，好。大娘，这桌子坏了，怎么也没人修啊？村里的男人都去哪儿了？啊，多半呀都出海去了。出海啊？去哪儿了？大家呀跟的船不一样。去的地方呢也不一样，有的呀去了黄州，有的呢去了川海，我家男人呐去的最远，去的云州。云州？啊，对呀，他们呐都出海赚大钱去了。大娘，现在有个现成的男人，你用不用？你拽我干什么呀？你帮大家嘛。这位公子。能干得很，很能干的。多半天了，一张桌子还没修好。这位公子啊，平时一看啊就不干粗活，是不是都是你小娘子帮你的？是啊。平时都是我这位娘子帮了我，偶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真不小心。哎，手脏。活没干多少，汗流不少。姑娘啊，这找夫君呐，可不能只看脸皮好看。以后过日子呢，还得踏踏实实干活，不是？是啊。哎，行，你起看。哎呀，这点事就是很难嘛。夫妻搭配干活不累啊。阿珍嫂啊，哎，这是我们家刚摘的菜，给两位小善人呢，再多添盘菜啊。哇，看看行不行？哇！哟，修好了，这小公子学的可真快啊，一看就是个干活的能手啊。对了，小公子，我家那鸡棚也破了，要不你帮我去修一下啊？没问题，大娘，你跟村里人说，就说任何人家有需要帮忙的都找他，他最爱干活了。太好了，找他就对了。宁大人，能者多劳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快去吧，来，快！哎，公子，去吧，快去跟我修理鸡棚吧，快点！慢点啊，注意别伤到啊，别伤到。哎，快！哎，来！哎，这就是我家那个鸡棚，快，你看它坏了，快帮我修。
王老板，和你的约定，我已经全部完成。袁帮主，这皓雪堂的货怎么不在此处？别提了，劫了宁夫人的货，宁宇轩跟发了疯一样在码头大搜捕。幸好我把那批货分开放，才没有被他发现。这个宁宇轩对他的夫人真的很上心呐。这次虽然没有被他抓到把柄，但是他已经盯上我们蛟龙帮，这段事恐怕要束手束脚一些。袁帮主，你带着兄弟们辛苦了。这批货由你处置，要卖要留，你随便安排。在下只要袁帮主的信用。那多谢王老板。袁帮主，恕在下多言几句啊。那几艘船上的船员，袁帮主是如何处置的呀？按照咱们江湖规矩，既然劫了货，就少造一些杀孽。人我全扔海里，是死是活，全凭龙王老爷他开心，跟你我没有关系。好，袁帮主真是做事又准又快，少年英豪啊！从此以后，蛟龙帮与我海贸行会便正式联手，精诚合作。袁帮主，这是我海贸行会的腰牌，袁帮主凭此腰牌可随便出入我海贸行会的任何场所，见此腰牌，如同见我本人呐。王老板如此慷慨大方，这么贵重的礼物赠我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还有更重要的买卖等着我们呢。哎呀，乡亲们呐，今天呢，咱们这些东西能这么快的修好，那都是大家齐心协力的结果。不过呢，咱们呀要特别感谢2个人，那就是啊，咱们村的大善人宁公子跟宁夫人。我们这个村子呢，不比海坊，这晚上也没什么事情好做，大家呀就围着篝火跳舞。来来来，大家把舞跳起来！来来来，快跟我们一块儿来！来来来，我不会。哎呀，很简单的。哎，对呀。原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是这么的简单。来吧，一起跳，说不定你现在已经不怕火了。我虽然不知道曾经究竟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，但是我现在要陪你一起跨过这道坎。你身上的伤应该已经快好了，你心里的伤也该好了。来，没事的，我在。走，走。